就让我在外面这样，就是处罚，因为晚上睡觉，然后我又不睡觉，就叫我去外面。然后总之我那时候哭，就是一个阿伯突然出现。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阿姨，我求求你了。你嘛知影讲这个煞会厉害，若无紧甲送走，唔知佮要害死偌侪人。我其实还好哎，我其实还蛮想遇到的，可是就一直没有遇到的。你是不会怕了，我很怕哦，我连鬼片你还想遇到？可是就是演员，你就是会有，你当然就是又害怕又期待啊。对啊，那演员有时候就是一种很诡异、很两极的心态在。想要经历那一种会，可是你也当然也很怕会怎么样，有点被虐情节，真的有一点点。对，这个真的很，就是演员好玩是这个啦。对啊。就没有好像，可是倒是就周边工作人员很多都有遇到，然后就听他们讲的。那许安子呢？你看到一个悬疑的头，应该说之前我的体质可能就是比较虚吧，所以我是有时候会敏感，像有时候我去拍戏的时候，那边如果环境不是很好的话，我是会真的会一直想要呕吐的那一种。之前就有这样的状况，然后跟我很常会被压，然后有时候我其实已经就是被压到已经就是心灰意冷，就觉得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总是会过去的。然后但是就是你实际上看到的经验，基本上我记得只有在非常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是做错事情被处罚，所以就被关在那个房间外面。家里。对，家里，然后因为我妈知道我很怕黑，所以就不给我开灯，就让我在外面这样，就是处罚，因为晚上睡觉，然后我又不睡觉，就叫我去外面。然后总之我那时候哭，就是一个阿伯突然出现，他就是叫我不要哭。我后来发现那个好像是家里的祖先，就是长大了一点，看到那个等于说是爷爷的爸爸，因为家里其实有那个祖先的牌位，我就是看到一个很像他的人，反正就是一个阿伯，我不知道他其实是善意，但是他就告诉我不要哭，那时候我哭得更大声，然后我妈就说你再哭就不给你进来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真的很崩溃，就是怎么会有一个阿伯在这边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小时候就是唯一很贴近的一次经验。那时候很小那时候应该就是那种什么小学1年级之类的。你第一次的经历还蛮温馨的，可是这第二次好恐怖哦。对。我光看文字我都觉得好恐怖，就文字叙述。对，然后那天其实就是收工回去，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日夜颠倒嘛，就是拍夜戏，所以通常都是早上才会回家。我记得那天就是快接近中午的时候，我准备要去睡觉。然后反正我就躺着，那天其实真的我觉得好累哦，就是整个人的情绪很负面。然后我就看到，就是我家的斜对的墙角那边。是你房间吗？应该说我那时候在客厅，对，然后就有一个突然出现在这边，然后这样靠过来，然后我那时候是直接是用惨叫，然后崩溃爆哭的那种，死都闭着眼睛不敢张开这样，因为那一瞬间是真的太惊吓，然后吓到就是我真的那时候那一天其实也没睡什么觉，但是晚上又还要上工，我是整个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像那种很委屈的那种小狗，很可怜夹着尾巴，然后就是真的是一路就是从车上哭到那个就是拍戏的现场，然后再请法师帮我处理。所以你在家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，所以家人都不在。但是我那天就是晚上其实也蛮好笑，就是法师帮我处理完之后，我就跟监制讲说，原来被吓到的感觉是这样，就工作魂上身，你知道，就是演员的那个专业，我觉得没有开心我完全没有开心，但是演员的专业，就是那个理智的脑突然跑出来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之前应该是要这样演。就是开始检讨说，就是原来真正被吓到的话会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就是觉得我这个
如果下次还有这样子演到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可以再怎么样加强、增强我的演技？你还敢拍鬼片吗？我吗？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敢拍啦。鬼片其实还是有很吸引我的地方。对啊，像是我觉得《中邪2》里面其实有很多我自己觉得有感动到我的